利物浦喺星期一搞咗場勝利巡遊，慶祝攞反失咗4季嘅聯賽冠軍。巡遊完之後，道路重開，有啲參加咗巡遊嘅球迷喺市中心大約傍晚6點左右，俾架車撞到。墨西塞德郡警方話：呢單嘢唔當係恐襲處理，當時有一個53歲嘅英籍白人男人，相信係司機，已經俾人拉咗。西北救護車服務話，當晚喺記者會交代，有27個人送咗去醫院，當中2個重傷，其中1個係小朋友。另外現場都有20個人即場接受咗治療，加埋總共有47個人受傷，當中4個係小朋友。大利物浦大區首長羅新倫就話，仲有4個人重傷，希望佢哋可以捱過呢關，因為星期一係英國春季銀行假期，所以有成8萬人嚟睇利物浦巡遊。目擊者話，現場有人拍打架車嘅窗，有人甚至打爆咗玻璃，懷疑司機太驚想踩油走人，先會撞到人。有目擊者話，架車一踩油就撞到1個人飛起，再撞埋其他人。亦有啲人認為，最初可能真係唔小心，但司機之後加速，搞到件事變得更加嚴重。